日我哋一齊嚟玩公主拼圖貼紙，總共有6位公主，我哋需要幫佢哋貼上眼睛、鼻子同埋嘴巴，等佢哋可以成為漂亮嘅公主。我哋而家開始玩啦。第一個，我哋貼呢個金色頭髮公主，將公主貼紙撕落嚟，貼喺貼紙簿上面。首先幫佢揀對眼睛，我揀呢一對啡色嘅眼睛貼落佢塊面度，用呢個嘴巴，再貼上皇冠。貼紙頁仲有裝飾貼紙，我哋貼喺公主嘅兩邊，有梳、蝴蝶結、鬧鐘、心形、化妝鏡同埋皇冠。第二個公主，呢個公主着住粉紅色嘅公主裙。我貼呢對眼睛，同埋細細嘅嘴巴，戴上皇冠。公主兩邊貼一啲裝飾貼紙。第三個公主啦，呢位公主着住藍色嘅公主裙。我揀呢對眼睛，再配個微笑嘅嘴巴。兩邊貼上其他貼紙。第4位公主，呢位公主有一把好長嘅金色頭髮。今次貼一對可愛嘅圓眼睛，再配呢個嘴巴，戴埋頂皇冠。第5位公主，今次揀一個特別嘅表情。第6位公主啦，呢對眼睛比較特別，就用呢對啦。
嘴巴用呢個似唔似好驚訝嘅表情啊？